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靈命日日更新，愛心不變。今日嘅經文係啟示錄2章5節，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，並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臨到你那裡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位忽然間發財嘅有錢佬，佢嘅生活過到好浮華、好浪費。有一日，佢早晨起來，在花園觀賞花嘅時候，就受了一啲風寒。冇幾久就覺得身體有啲唔舒服，佢就對佢太太講：今早晨看花，唔小心便花上嘅露水滴在身上，佢哋一掀衣裳來看下我。佢太太忍住就講：老公，當然生活唔得意嘅時候，老二一齊在外出羅室過日嘅時候，有一擺在竹林下，便大水淋開一碗萬樣，你都可以熬過去。愛情時，而那有一撥片就愛搶衣裳來看嘅呢，見那一滴露水就太驚小怪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人在得意嘅時候，常常會忘記去當年；在唔得意嘅時候，只會常常想起當年。我哋係咪也係按菜藥呢？在信仰嘅路上行得太久去，係咪遇到一啲嘅困難、侍奉嘅挑戰、老傳福音嘅挫折，就擔當唔起來呢？我哋來禱告，信實公義嘅天父上帝，你係以前在、今仔在、永遠都在嘅神，你嘅信實廣大，你嘅愛永不改變。主啊，我哋虧欠你太多去，我哋常常受到環境、老事情而信心軟弱、老退縮。時間久去，就是愛心、老熱心，漸漸嘅冷淡、老麻木。求你赦免我哋，求你嘅聖靈提醒、老更新我哋，唔好讓世界代替去你在我哋心中嘅地位，愛忠誠、剛強到底，免得你將我哋挪去。我哋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